在《楚乔传》第1季的结局中，宇文玥坠入了冰湖，生死不知，而楚乔却被他推上了岸，捡回一条命。那么宇文玥真的死了吗？楚乔之后会如何面对杀害了宇文玥的燕洵呢？话接上回，在楚乔将3封信交给阿金后，便对金子苏表示自己饿了。这句话的出口让金子苏高兴不已，连忙跑出去吩咐下人将早已经做好的饭菜端上来。这些饭菜每日饭点都会给楚乔做好，如果楚乔不吃，就会先温热一段时间，然后再重新做一份出来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就等着楚乔恢复精神。所以没多久，一桌子热腾腾的饭菜就端了上来。这些饭菜也都是燕洵特意安排的，是由大夫所开的药膳，而楚乔却依旧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捧着饭碗，十分机械地将饭菜扒拉进嘴中，大口大口地吞咽着。吃完一碗后，便又自己起身盛了一碗。楚乔的吃相非常吓人，如同饿了很久的乞丐一样。月儿，你要难受就哭一声吧，这样憋着会憋坏的。金子苏看着楚乔的样子，眼泪滑落了下来。他多么希望楚乔能够将内心的痛苦宣泄出来，而不是像这样不断的折磨自己。而楚乔依旧没有回应金子苏，不断的往嘴里去塞入那些饭菜，似乎想要将心中所有的痛苦和压抑全部嚼碎咽下去。很快，楚乔就将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，稍微被侍女们整理了一下后，大夫们便进入了房间中，给楚乔诊断喂药。而此时，阿金也已经见到了燕洵，将手中楚乔写的3封信递了出去。在燕洵仔仔细细的看完后，便将信交还给了阿金，都按照他说的去做。此时，阿金脸色通红，就像是做贼被人发现了一样。接过信之后，沉默了半晌，才对燕洵说道：“陛下，姑娘会不会想不开呀？”而燕洵也给出了和楚乔相同的答案：不会。其实阿金有一点想不明白，陛下为何会让楚乔背负上谋杀宇文玥的罪名，这样会让他遭遇宇文家疯狂的报复，也会怨恨陛下。但是阿金不知道的是，燕洵想让楚乔活下去，所以即便是怨恨他也无妨。那陛下为何要随便拿一具尸体去骗宇文家呢？这不会有事吗？毕竟我们是收了他们的赎金。是的，燕洵交给宇文家的尸体并不是真正的宇文玥，虽然他是真的派人下冰湖去捞了，但却没有找到宇文玥的踪影。在听到阿金的这个问题后，燕洵并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指着面前茫茫的草原问道：“阿金，你知道燕北的地图上为何不标记云壁这个地方吗？”虽然阿金不知道陛下为何突然问这个事情，但还是摇了摇头。因为这里没用，整个云壁气候非常寒冷，并且怪事嶙峋遍布，寸草不生，做不了牧场，甚至周边也没有一条河流，一到冬季就会遭到雪灾，地理位置也非常偏僻，根本就是燕北的负担，所以在地图上也并不标注这里了。此时燕洵冷笑了一声，继续对阿金说道：“现在的宇文玥对于宇文家就像是云壁对于燕北，他的存在只不过是耻辱和负担罢了。对于一个不是死在战场上，而是死在一个对女人的迷恋上的帝国将军，等待他的下场是什么呢？所有人都会想要和他撇清关系，谁又会给他收尸？”燕洵冷冷地说完这些话后，让阿金瞬间明白了，其实燕洵是要用楚乔作为幌子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拿下宇文家。宇文玥此时也仅仅是个开始罢了，他要让整个西魏内部乱起来，只有这样，他燕洵的江山才能够做得稳当啊。接下来燕洵也跟阿金说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，主要就是他们东征在即，不希望内部出现任何问题，让阿金不要老跟成员作对，他需要的并不是这些狮子们，而是一群狗，一群听话的狗。至于楚乔那边，燕洵也相信他总会明白，杀宇文玥是势在必行的事情，而让他来背负这种名义也只是无奈之举。原因是因为宇文玥这个人太难以控制，需要用不寻常的手段。
另外就是在西魏分崩离析的时候，他相信楚乔会明白自己是对的。楚乔对于宇文悦的感情，他更是丝毫不在意。在宇文悦活着的时候，他都不害怕，难道现在还会怕一个死人？燕洵依旧认为楚乔只是会闹几天脾气罢了，时间会冲淡一切。接下来燕洵就要前往关上，那个袁彻来的时间够久了，也许是该让他回去了。其实在燕洵对阿金说出那些话的时候，阿金也想起了燕洵之前说过的一句话，那就是如果没有了阿楚，他要着燕北有何用？阿金不知道陛下有没有忘记这句话，只是他清楚地知道燕北始终没有被陛下放在眼中，因为陛下的心实在是太大了，他的眼睛望着的是整个天下，所以时至今日，阿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对的，什么才是错的。在他向着武卫所走去的时候，原本挺拔的腰杆不知为何有些弯曲了，就好像是有东西压在他的身上，让他再也无法直起身来行走了。而此时楚乔也整整休息了5天，精神方面已经完全恢复了过来。时间也慢慢到了新年期间，关上的战役也在3天之前结束，因为西魏下达了8面金牌召袁彻回京。袁彻无奈之下只能先行撤兵，让燕洵抓住了机会攻打燕明关，虽然没有攻下来，却也让西魏付出了5万多的伤亡，算是给燕北带来了一份不错的新年礼物。在新年的前一天，燕洵就赶回了云壁，此时整个云壁也开始张灯结彩，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。楚乔一大早就被金子苏拉着开始了装扮，似乎是为了庆祝楚乔大病痊愈，特意给他找了一件大红色绣花衣服，虽然看起来很喜庆，但楚乔却感觉非常不舒服，那些红色在他眼中就像是血一样，根本不愿意去碰触。此时燕洵也已经回到了屋中，但踏入房间的那一刻，干净整洁的样子让他想起了当年和袁纯定亲的事。想到这里，燕洵整个心也直接冰冷了下去，只是一个宇文悦罢了，即便阿楚对他有着感恩之情，又怎么比得上自己和他10年相守的情谊？此时大局已定，燕洵需要和楚乔开诚布公的谈一谈。但是在看到这个干净整洁的屋子后，燕洵却猛然慌了，连忙向外跑了出去。而在慌乱之间，他不小心碰到了书桌上的一枚玉石戒指。听到戒指落地的声响后，燕洵停了下来，看着那枚戒指。那一瞬，燕洵彻底的跌落进了深渊，因为他想起了阿楚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如果宇文悦死在燕北的话，那么将永远不会原谅他。月儿，我们一起去看花灯吧。在燕洵发愣的时候，金子苏开开心心的跑来寻找楚乔，但是却撞见了愣在原地的燕洵，吓得金子苏急忙跪地磕头，看到燕洵没有反应后，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。此时金子苏也看到了燕洵的脸上落寞的神情，就像浓浓的雾霭一样挥之不散。是的，他失去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在燕洵进入屋中的时候，楚乔已经开始上街了。此时他牵着马，穿着一身很普通的青色衣服，走在衣着靓丽的人群之中，完全不起眼。他已经将一切事情安排好了，上圣托付给了巫先生，秀丽君跟着他已经没有了前途，托付给同样拥有燕氏血脉的袁耀，应该会给秀丽君一个很好的前途，所以这个地方他也没有必要继续待下去了。一路上所有的人都被欢乐的气氛包围，没有人在意楚乔这个孤独的人。而楚乔此时也想起了燕洵曾经对他说过的那些话，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滑落了下来。就在楚乔失神之时，一个小女孩突然撞入了他的怀中，然后便大哭了起来。这一瞬，楚乔也回过了神，准备俯下身去给小丫头擦干眼泪，但还没等俯身，他就听见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音。下一秒，楚乔又想起了自己曾经和宇文悦的一次对话：你若敢死，我就追杀你到阎王殿去，记住没有？那个男人转过身来，对着楚乔呵斥道：你若死了，我就放100挂的鞭炮，庆祝自己再也不用念念不忘还你人情了。这是楚乔当时回应宇文悦的一句话，但此时宇文悦已死，楚乔却再也不想放鞭炮了。
但随着鞭炮的声音越来越响，楚乔的眼泪滑落的更多了，那些潜藏在心中的记忆全部涌了出来，撕心裂肺的疼痛也瞬间袭来了。楚乔此时的状态属实是将那个小丫头吓得不轻，对着楚乔大喊让她不要哭，自己摔坏的花灯不用她赔了。但楚乔却再也忍不住了，在这个热闹的街上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，跟喜庆的画面成为了一种极端的对比。她失去了那个自己所爱的男人，那么接下来楚乔会去往何方呢？她和燕洵之间从此形同陌路了吗？我们明天再聊。